第9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嘅門票收益盈餘係55萬元，由廣播處長張敏儀太平紳士交予公益金籌委會主席韋伯樂先生。第9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，大會司儀鄧藹霖、鄭丹瑞、張瑪莉、梁家輝、車淑梅、伍嘉廉、林珊珊、麥潤壽。各位觀眾，各位收音機旁邊嘅朋友，多謝大家參與同埋支持第9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。剛才一大班年青朋友已經以佢哋嘅活力象徵住本地樂壇嘅一股衝勁。講到勁，我哋司儀陣容由去年嘅4位增加到我哋今晚嘅8位，此所謂第一勁。第二勁呢，就係今晚嘅獎項由去年嘅20個增加至到21個，表揚樂壇台前幕後嘅功臣，我哋絕對不遺餘力。講到力，有力出力，有錢啊梗係出錢啦。各位在座嘅朋友，今晚亦都係出錢嘅一份子，所有嘅門券收益盈餘，今晚係撥捐公益金嘅。講到金，我哋今次得到嘅善款呢係超過55萬嘅，多謝各位。所以話第9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，無論對香港嘅樂壇、香港公益都係關懷備至嘅。講到關懷樂壇嘅新一代，更加需要我哋嘅關懷同鼓勵，所以我哋係設有最有前途新人獎金銀銅獎。今年湧現嘅新人係過去9年嚟最多嘅一年，總共有17位歌手或者組合參加角逐。經過投票進入決賽嘅呢，就有6位歌手或者組合嘅。呢一班新人一定要由我哋2個介紹。何以見得呢？淨係憑我哋嘅高度，已經象徵咗正在發育緊嘅新人呢。哦，贊成贊成。進入最有前途新人獎決賽嘅有郭小霖、上山安娜、太極樂隊、Raidas、倫永亮，同埋首先出場嘅達明一派。喧聲中孤身再穿過沉醉的都市，怕看到視野裏的街道，飛奔中車廂裏車客全也不知道，佔據我視野裏的呼號，在疲倦嘆息逃避壓迫中繼續去路，劃過要千重霓虹，夜幕像默然流動，我已覺冰冷又凍，在眼中奔流無窮，是寂寞盡情如路，理智失了自控，我亂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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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卻一空。咁多位你好，多謝劉以達、黃耀明嘅2人組合達明一派唱出佢哋嘅作品《迷惘夜車》，跟住為我哋演出嘅係倫永亮《愛在無限天方》。愛在無限天方。我有片天，浮雲滿邊，雲下帶走一切愛舊風，隨着我飄，人在燃燒，行萬里輕輕腳步浮，舊日怨曲盡消失，明日結果得不得將我醒開，差不多走到盡頭。在以愛向，共聚幻想，時代慶祝。
Raider。以下呢一個組合為我哋帶嚟吸煙的女人嘅，係由陳德章同黃耀光組成嘅 Raider。獨自架車與寂寥隨處蕩，他慣了靠吸煙替代獨自談話。墨綠眼鏡隔絕陽光，不想遠望，不需戀光，因他拒絕期望。點起一張很少見的面，只得這後院，織出一張摸不到的臉，倒影到後鏡內。等綠襯衫襯着紅黃燈號，車裏暗笑的他會淡沒在長路，豔麗眼睛看着紅燈，心總抉擇，偏偏要等燈光變換迷陣。燒出一早封鎖了的夢，車廂裏相依，接出一張摸不到的臉，身邊滿是都市。將冷卻了的煙，去用力浪息。多謝 Raiders， 一班志同道合為香港樂壇而努力嘅朋友，組成擁有最多成員嘅太極樂隊。佢哋7位成員都有共同嘅目標，喺音樂領域裏面，相信絕對唔會迷途。最百年的海港裏，盡變失落與悲傷，無盡少年已失美夢，像我一樣夢已空。身邊的一切已腐化，不懂得讚嘆。明日我怕似去無從，將一切放低，而畫盡破裂。無用再討厭俗世事，若你擔心今天一切，可否他朝改變後再提？其實你心底無用再假設萬個例，留待這陰影消失以後，聲音之中不需傳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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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傳遞。多謝太極樂隊，跟住我哋有另一位角逐第9屆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嘅歌手，充滿活力嘅小野貓上山安娜。太多變遷，孤單小野貓，悲傷小野貓，寂寥中像和風，苦痛中才怕。做孤單小野貓，悲傷小野貓，求盡了氣力，難得曠野，永未逃脫往事，落在他的負責。最後一位進入最有前途新人獎6強嘅歌手，亦係本年度一位頗矚目嘅歌手郭小霖，全電美人。全電的他，氣放槍高溫，誰人遇到他都變得痴心。全電美人，全電眼神，沉着
在夜之中，他眼波鎖我心，然後令低溫的腦波都發暈。傳電美人迷惑世人，他曾如電箭放於我手，他為何又如電那般要溜走？傳電美人，傳電眼神，惹起愛戀。傳電美人迷惑世人，真得我癲。傳電美人，傳電眼神，太多掛念，唯有再抱擁電視。大家睇唔睇到台中間嘅有3張嘅唱片噃？分別咧就係金色、銀色同埋銅色。銅色原來係咁樣啊！OK， 認清楚啦。咁我哋而家咧揭曉啦喎，由我先好嘛？銅獎開始先啦，銅獎開始啊！你先。哇！好多名嗌緊喎。第9屆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銅獎得主係郭小霖，恭喜你！恭喜你郭小霖，恭喜晒！係咪好開心啊？係啊，有咩感想？唔知點講，我冇諗到。我多謝大家對我嘅支持。我會繼續好努力。Thank you。希望郭小霖繼續努力，俾啲掌聲郭小霖。多謝你，多謝。好啦，咁啊到最有前途新人獎嘅銀獎咯喎。好啦，我哋由鄧藹霖咧就係呢一個將佢咧公佈嘅。哇！咩派系啊？達明一派。達明一派。有人話咧，達明一派咧一個似我，一個似你喎。係你哋係咩？係我頒俾你。你哋兩位同大家講幾句説話先。多謝。或者喺度，我哋要將呢個榮譽同我哋嘅填詞人陳少琪分享嘅。最後我哋要多謝我哋嘅唱片公司啦，寶麗金唱片公司，多謝大家支持，多謝。一個好嘅開始啊！繼續努力，多謝，恭喜晒，繼續努力。哇！到金獎啦喎，邊個會係咧？我好中意聽到你哋啲 BB 聲。第9屆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嘅金獎得主就係好多人嘅太極樂隊。哇！太極樂隊，哇！好開心啊！我哋7個人真係，其實唔止係我哋7個人嘅功勞噶。我想多謝嘅係做過我哋上兩隻碟嘅台前幕後工作人員。咁多位朋友，同埋咧，我想補充一句，就係希望大家所有香港嘅樂迷咧，繼續去支持樂隊。我諗係所有嘅樂隊都應該支持嘅，係咪？會唔會多謝晒，應該支持樂隊？恭喜太極，恭喜你哋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，恭喜晒。再一次多謝咁多位得獎嘅新人啊！哇，係啦，係啊，蛋啊！其實咧，我諗歌手咧，無論新人好、舊人好，咁佢哋幕前嘅成就咧，大家有目共睹啦。咁但係其實好多幕後嘅功臣咧，我相信佢哋嗰啲成就咧，我哋都唔可以忽視嘅喎。冇錯啦，所以今個晚上咧，我哋有好多個獎咧，就頒俾呢班幕後功臣嘅。第9屆10大中文金曲最佳唱片監製獎得獎者林子祥，得獎作品《最愛》；最佳編曲獎得獎者羅迪，得獎作品《千個太陽》；
最佳中文流行歌曲獎得獎者盧冠廷，得獎作品《最愛是誰》。最佳中文流行歌詞獎得獎者小美，得獎作品《幾許風雨》。最佳唱片封套設計獎得獎者劉天蘭，得獎作品《千個太陽》。最有創意歌曲獎得獎者潘光培，得獎作品《歌詞》。CD 雷射大獎得獎者鄧麗君。恭喜晒佢哋！好啦，喺呢個時候咧，鄧凱琳應該係第9屆10大中文金曲10首金曲揭曉嘅時間。冇錯，哇！未開始揭曉之前呢，已經有多少熱血沸騰啊！係啦，咁啊，我哋經常咧強調10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咧係為咗推動樂壇而設嘅，咁所以各方面我哋都希望做到最公道。嗱，為咗做到最公道咧，我諗四台山嘅朋友咧一定要幫忙。係啊，絕對要啦，係咪？啊我哋咧頭2位頒獎嘅嘉賓，其中一位咧就係我哋友台嘅好朋友嚟嘅。冇錯啦，咁啊，另外一位咧，睇我點樣介紹佢好先。咁介紹啦，嗱，如果你叫呢位嘉賓唱歌嘅話咧，我諗你忍受唔到佢3分鐘。但係如果叫佢搞笑嘅話咧，包保你3秒鐘咧就會笑至肚皮。咁犀利！千面笑匠石天先生同埋友台嘅白韻琴白小姐。白小姐你好，石先生你好，石先生你好，歡迎白小姐歡迎。各位好，哇，山長各位好水遠。哇，阿蛋，你個小小大男人啊，一味顧住最緊要好玩啊，搞到我同阿白韻琴咧喺下邊唔好意思上嚟盡訴心中情喎。哇，喂，真係出口成阿石文啊，仔，好嘢好你係嘢。咪好多心中情想訴啫？梗係啦，咁你即管訴啦。我咧其實咧就想話講下咩咧，其實係觀眾啊同埋聽眾嘅心聲嚟嘅啫。你咧就成日聽得人哋嘅心中情多啦，咁啊想喺度咧借住呢個機會咧，就你爆翻你嘅心中情俾人哋聽下啫。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你想聽我心中情啊？係啊我諗多數都係想聽我啲愛情故事咧。乜情都好咧。我嘅愛情啊，講起上嚟一匹布咁長嘅噃。咁你就長話短講咪得啦。咁啊，嗱，我3歲嗰年咧就已經收到第一封情信噶啦。哇，初戀啊？係啊。咁咧跟住咧？5歲嗰年咧，我就已經同男朋友拖手仔行海灘啦。哇，真係早熟啊！仲有我8歲嗰年啊，已經飽嘗咗失戀嘅滋味啦。歷盡滄桑，真係慘啊！我12歲嗰年啊，已經洞悉晒所有男人嘅心態啦。真唔真㗎？梗係啦。如果唔係咁，好似我咁後生，又點可以聽咗人哋嘅心中情之後，又開解又分析咧？係咪？啊，係，真係真人真事，不可思議啊！不可思議嘅真人真事，頭先大家聽過啦。係喎，係不可思議嘅真人真事。係，好啦，喺呢個時候麻煩啦，白小姐同我哋揭曉第1首嘅金曲，唔該你。好啦，估下，快啲！第9屆邊個10大中文金曲第1首嘅得獎金曲係《幾許風雨》。小美填詞，得獎嘅歌手係羅文。好嘢，羅文。恭喜晒你，羅文！恭喜你，羅文！恭喜晒！多謝晒，多謝你哋。羅文一首《幾許風雨》唱咗奮鬥嘅心聲，所有年青人奮鬥嘅心聲。好多幾許風雨，得到呢個獎唔係容易。恭喜！多謝你哋，多謝。反琴曾經又問過我嘅話咧，我咁多年攞過咁多獎，今次又得獎會唔會有麻木嘅感覺咁？咁我覺得咧，每一個獎咧係代表咗每一個階段嘅成就。咁攞多幾個獎，表示你有更多嘅朋友支持我。咁我呢個獎證明係你哋支持我嘅，多謝你哋。
多謝。相信大家一定會係咪咧？係嘅。好多謝兩位嘉賓。我哋今日第一首得獎金曲羅文嘅《幾許風雨》。窗邊凝望與世隔一年，只覺風看滿途鬱結老馬着厭倦，徐徐呼出煙圈，回望以往的片段，幾許風雨我也經過，屹立到目前，一生中誰沒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態每種風雨，披身打過面，身處高峰上盡於斯輕風的加冕，偶爾碰上了急風步伐未凌亂，心底之中知分寸，得失差一線，披荊斬棘的挑戰，光輝不眷戀。然而想起當天無盡冷壓加醉意，正似風雨會唔會改變現實盡體現？無求一生光輝，遺忘鬥志不會斷。見慣風雨，見慣改變，盡是作自然。每一首歌佢個成功，我諗最緊要就係聽嘅朋友，你哋有共鳴感。咁呢首叫《風雨》，當我自己唱嘅時候，我已經發生好大共鳴，所以呢首歌受到你哋嘅歡迎。不過講真說話，我要好衷心再一次多謝咁多年嚟你哋不斷對我嘅支持，不斷對我愛護，多謝你哋。一生之中誰沒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態每種風雨，披身打過面，身處高峰上盡於斯輕風的加冕，偶爾碰上了急風步伐未凌亂，心底之中知分寸，得失差一線，披荊斬棘的挑戰，光輝不眷戀。然而去將觀天雲漸散去，星再現，雨線飄斷似我的臉，熱淚最滿面。然而不死盡天，傳來暖意不間斷。似你的臉叫我溫暖，伴着我步前。似你的臉叫我溫暖，伴着我步前。收晒，我想問你個問題啫。如果第日你做咗老豆之後咧，你會點樣培養你啲仔女咁咧？咁樣就視乎佢嘅性格同興趣而定啦。哦，如果佢中意音樂嘅呢？哦，咁就要請顧嘉輝先生教佢作曲咯。哦，如果佢中意讀書嘅呢？哦，咁就要重金禮聘林佐漢教佢每日一字咯。哦，咁如果佢發育健全、胸懷大志、性格開朗又中意結交朋友，咁又點呢？咁我一定會
train 佢，哦，即係鍛鍊佢成為和平小姐，即係陳小姐嗰個銜頭。所以話啫，你未做老豆咧，就唔係好識教仔女嘅。都唔啱。如果咧你要培養自己啲小朋友呢，有興趣同埋有性格嘅話呢，最緊要啊，你嘅父母要有抱負啊，同埋要有遠見，知嘛？好大意啊！呢啲咁嘅嘢係我同你喺呢度講嘅咩？而家出嚟介紹嘉賓啊嘛！我係喺度介紹嘉賓㗎。介紹邊個嘉賓啊？佢咧就係熱愛和平工作，連個仔都叫金子和平，由日本專程嚟到香港。陳美玲小姐 Agnes Chan 啊，快啲嚟呢度啦，收生啊！唔好行咁快，嚟，我哋嘅嘉賓就喺度啦。我哋嘅嘉賓啊，只要一裂開就見到我哋嘅嘉賓㗎啦。係咩？係。我哋整啲儀式。哎呀，哇，乜咁犀利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佢老公叫金子力啊！哇，好大力啊！快啲咁大力啦，陰公啊真係。Hello Agnes 你好，係 Agnes 啊，我咧就想用啲普通嘅日文嚟同你即係交談下，唔知點樣講咁嘅咧。一兩句咁淺嗰啲，你問我啊嘛。問你識日文咩？Kimchi さん、東京天気哇，どうですかね？嚇 ，Agnes 佢講乜嘢啊？佢講得啱喎。佢話東京嘅天氣點樣啊？真係連佢都識聽啊！你真係準。好嘢喎 Agnes 真係準啊！多謝晒。我哋唔好俾佢搶風頭 ，Agnes 啊，即係我想問你個問題。你知日本咧好多大男人噶嘛？你用咩方法令到你老公咁聽你話嘅咧？好簡單咧，就係拍拖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幫佢做嘢。就算佢跌咗張手巾仔，你都唔好幫佢執。或者咧，佢啲恤衫啊，或者點樣啊污糟咗，你亦都千祈唔好幫佢洗。總之咧就唔好幫佢做嘢，譬如話佢食飯跌咗隻筷子，你都唔好幫佢執。咁於是乎咧，到結婚之後咧，佢就自然咧就自己照顧自己嘅。所以我到今日都唔結婚。好嘢！我咧就仲想問下 Agnes 啊，關於即係夫婦之間嗰啲秘訣。我咧就想呢啲咁嘅嘢咧，入後台先至傾啊！使乜乜咁趕啫？你趕住做乜啫？你而家頒獎嘛？係有請 Agnes 頒獎嚇，唔該。嗰個係咪有個信封啊，或者點樣啊寫俾我㗎？喺邊度咧？有冇啊？珊珊負責㗎嘛？我冇啊！你着件和服出嚟做乜啫？我襯 Agnes 啊嘛！襯乜嘢啊？你一路都唔知和服後邊嗰包嘢係咩嚟嘅咩？信封嚟㗎嘛？ OK， 咁我揭曉啦。第二首10大中文金曲得獎歌曲《凝望》，作曲陳百強，作詞鄭國江，得獎歌手陳百強。恭喜晒陳百強。我都恭喜你，因為知啦。愛孤貴。好開心啊！我今日，因為好耐冇見 Agnes 啦，由你頒個獎俾我啦。二咧係再次喺台上接受呢個榮耀，對我自己嚟講係令我更加充滿信心。多謝大家俾我支持 ，thank you。好。尋訪，但覺這影像在我眼內搖晃，原是沒法去尋覓，為你尋找千萬趟，盼會遇着這憂鬱的眼光，心內雲又為我，但覺我身像有兩道榮光，人潮內一再凝望，令我全身觸電了。我已遇着我欣賞的眼光，曾令我瘋狂，你可掩飾那瘋狂。
現實像變幻象，如墮進一張光的網，令我心閃亮那憂鬱的眼光。像有兩道陽光，人潮內一再凝望，令我全身觸電了我已遇着我欣賞的眼光，情令我瘋狂，未可掩飾那份寒。現實像變幻象，如墮進一張光的網，令我心閃亮這憂鬱的眼光。想的他已在旁，從前完美幻象，能遇上怎麼可反抗？願意打開心裏愛念，凝望千百個。打開心裏愛念，凝望千百個。我哋第3首中文金曲嘅頒獎嘉賓係張曼玉小姐。張美人，唔該晒，唔該晒。哇！我一見到我心目中嘅美人，我而家連台詞都唔記得晒。喂，黃帝輝，你作文好叻喎！我知啦，梗係抄咗我哋嗰套《玫瑰的故事》啲對白啦。不過咁啊，即係事實上真係好少人讚我靚嘅，不過冇所謂㗎，橫掂靚都唔襟嘅。因為嗱，除非咧做女人醉到好似林珊珊咁啦，年年都係16歲，今日好啦。係咯係咯，好似 Mary 你啦，又關我事。做咗媽咪都仲咁靚，我真係好羨慕。多謝晒。其實唔使襟㗎，我睇完你呢一陣，我等陣就見你唔到㗎啦，靚一陣就得㗎啦。誒，麻煩你幫我哋揭曉我哋嘅金曲。唔係而家咧，梁家輝都係7雲幾，即係唔知幾多拍嗰種㗎啦。係愛將梅艷芳。恭喜恭喜你嘅入會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梅艷芳今日咧，我講俾你聽，正話我哋喺下邊見到個台下邊見到佢嘅時候咧，係有2個人扶住佢嘅。今日梅艷芳係抱恙嚟到呢一度，我哋首先多謝你。多謝。我今日覺得好抱歉，就係自己有啲唔係好舒服。我企上嚟其實睇嘢唔係睇得好清楚，暈陀陀嘅。但係得到呢個獎同埋你哋嘅掌聲俾我支持，我一定會唱到呢隻歌為止。多謝。多謝。多謝張曼玉小姐。梅艷芳，愛將。多謝。張曼玉。我想喺呢度請埋我3位拍檔，好班仔好唔好啊？看世界到處戰火正蔓延，憑誰人平靜四海的烽煙？看世界到處戰火正蔓延，憑誰人平靜四海的烽煙？讓我的愛，用我親切笑臉，眉眼輕輸出千縷變，甜蜜去勸勉，現在會改變。個個放棄爭戰，只想聽一吻，用我的吻，用我身作貢獻，大炮衝鋒車不再燃，場場用劍，軍隊也敢討厭。不見即刻不作戰，乖乖聽我訓練，多見見。早已不想。
世界大戰，都不見，都不見，不見。軟弱面，柔情閃閃嘴邊，無力道行，現在沒法問。人人為了我，天天都不再作戰。少年眉眼輕撕出千縷電，甜蜜去勸勉，現狀會改變，個個放棄爭戰，只想歡欣萬年，用我的吻，用我心作貢獻，大炮衝鋒槍不再燃，場場欲決戰，軍隊也敢討厭。乖乖聽我訓練，多檢驗。早已不想再戰，揮灑千般冷豔，軍隊都要聽我的差遣。情意再現，求其點點指尖，無力步行，現在沒法蔓延。寒戰如戰，及世界大戰。都不見，都不見，不見。情軟弱面，柔情閃閃嘴邊，無力步行，現在沒法蔓延。人人為了我，天天都不再作戰。天天都不再作戰。你獨自愛我正萬年，行紅唇平靜四海的風。推動本港樂壇呢，我諗4個傳播機構都唔會分界限嘅嚇。冇錯。所以正話呢，我哋就有台嘅白小姐啦。而家呢，我哋有第1屆嘅香港小姐孫穎欣小姐，同埋應屆嘅亞洲小姐利智小姐。仲有噃，唔使咁興奮住，仲有。我哋更加關心社會，呢個係我哋嘅責任嚟嘅。所以今日我哋仲請到李宇大議員，有請3位。好多謝晒3位。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組合啊嚇！佳麗議員同頒一個獎，你話幾好呢？啊，有啲似我哋議員市民同在一條船，議員市民同班獅子山一樣咁上下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因為呢度係香港電台啊嘛。好，咁啊，麻煩3位啦。係今晚嘅10大金曲咧，已經揭曉咗3首啦。咁輪到我哋3個咧，就講咩好咧？而家潮流似乎興講大，不如我哋就講個大字啦。好啊。咁又幾好喎，李生啊，不如你講先啦。仲需要講？咁我個名已經表明就李宇大啦嚇，孫穎欣，咁你咧？我啊，嗱，如果係論香港小姐咧，講輩份唔論年齡咧嚇，就係我最大啦。利智，咁你咧？講到我啊，我又學唱歌啦，又學跳舞啦，又學廣東話啦，又學好多嘢。我諗我志氣幾大，你哋話係唔係啊？非常贊成。咦，阿李生，你喺度諗咩嘢啊？孫穎欣，我諗如果論身材又點啊？如果論身材嚟講啦，我諗都輪唔到我哋啦。哇嚇，利智，咁我又唔同意你咁講法喎。其實潮流雖然興大啫，但係如果大而無當嘅話，咁咪仲唔襟睇？你哋話係唔係？
不如唔好講咁多啦。我哋揭曉第4首金曲，好冇啊？好啊。係啊，睇睇啊。麻煩3位。哇嚇，又係加大嘅喎。新年流流，接咁大嘅信封，好似唔係幾好喎。唔緊要啊，嚟自總之大就得㗎啦。呢個唔係信封，呢個唱片。又係大喎。咁佢都係樂壇嘅大哥大。第4首嘅10大中文金曲係《心思思》，許冠傑。阿 Sam。多謝你。恭喜阿 Sam。咁我哋麻煩李生同我哋頒呢一個第4首嘅10大中文金曲獎項，俾 Sam 去。阿 Sam 有啲咩感想咁咧嚇？好興奮啊！舊年我因為身體唔舒服咧，就少咗同大家見面啊！好多謝大家都一樣支持我。今年我會為大家作多啲新歌，希望你哋都喜歡。多謝。多謝阿 Sam，希望你龍精虎猛嚇。使我心裏沒法靜止，能專心一意地去辦事，開始不知怎去揸筷子，每張控制我四肢，真想與他好長過日子，而不想早晚獨對電視，可惜他不知我的構思，沒有注意。這漢子永遠單絲，慢慢咬手指，永遠單絲，始終不知。他使我消瘦漸變樹枝。和憂鬱得似玉枝浩然，真想登篇廣告於報紙，做咗400次。我意思，每晚單絲，愛到線都黐，猛咬草紙，他始終不知。找中醫與西醫，願醫好我痴。中西醫東指指西指指都醫不好我的痴。今晚只有一載，永遠單絲，晚晚咬手指，冇晒 face。